当来关心国内的消息，今年双十烟火会伫咧婚林放，分管府因按8点就会先伫咧高铁的特定区域试放3分钟。所以讲，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对下晡5点到暗时10点，好买高铁的特定区域会有交通管制。 双十烟火今年是第一届伫婚林举办，按算9月13暗时8点，伫好买高铁特定区会先试放3分钟，长江的尾暗下5点到暗时10点，拢会交通管制。 因为之前看国庆烟火都要跑到外县市，然后第一次在云林举办，所以非常期待。我们在整个交通的这个疏散还有安全性呢，我们大概就是做了一个 SOP 的一个流程跟动线的一个检视啊。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先前的一个模拟了哈。 婚林县政府表示，今年双十烟火有规划11个看烟火建基的地点，包括新好买旅球场、好买夜市街的所在，嘛拢有安排疏运甲引导措施。对10月开始就举办相关的活动来吸引游客。 10月10号到10月13号连续4天，那还有就是前面上一周的10月5号、6号在西有义镇文化季。那我们希望下半年的这一个观光人次也能够透过一连串的这一些精彩的活动，能够超越来到这个2000万。 文管处表示，去年来婚林观光讲的有到1973万人次，这届双十烟火是第一届伫婚林举办。另外嘛有西丽家庭文化季、国际舞戏节等活动相续来举办，希望来带动今年的观光人潮会当超过2000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